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好多英式舊屋嘅格局，洗手間一開門就見到個座廁。喺香港，我哋會叫開門見廁。風水學話會破財、追霉氣。但如果你以為呢啲只係迷信，咁你就太睇小現代環境科學啦。今日我哋唔講風水，我哋講醫學同空氣動力學，記得睇到最後呀。首先帶大家睇睇呢個項目張平面圖，廁所就喺走廊尾。大家睇下，真係一開門就見到個座廁架，對倒正一正。其實喺心理學上，當你坐喺個座廁上面，對住道門，唔多唔少你都會提高警覺，怕有人會開門，又去檢查多次有冇鎖好門，點都有啲唔安樂嘅。所以我哋就建議業主改咗個座廁位佢，咁啱業主都係咁諗。聽下我哋班師傅，個個落足心機，重新駁過晒啲喉管同來去水位，改裝完即刻靚晒，以後用起嚟就安心晒啦。我哋再從醫學同空氣動力學同大家拆解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之前做過一項權威研究，利用高能綠色雷射光拍低咗馬桶沖水時嘅真實情況。結果發現，每次你一撳掣沖水，無數肉眼睇唔到嘅細菌同病毒氣溶膠會以每秒2米嘅速度向上噴射，短短8秒內就會升到5尺幾高。每次沖廁會產生多達8萬粒微粒，氣流會帶埋大腸桿菌，由馬桶高速噴出。結果呢啲帶有病菌嘅微粒有可能會污染埋啲毛巾同牙刷，隨住氣流再慢慢飄出走廊或者客廳，嚴重可能會引致腸胃炎或者皮膚敏感㗎。我哋九龍裝修建議：第一，每次閂馬桶蓋先好沖水；第二，安裝高排氣量、低噪音抽氣扇，確保沖廁瞬間嘅氣溶膠喺未擴散之前盡快被抽走，咁就可以減少細菌積累，為全家人嘅健康把關。我哋九龍裝修提議客戶嘅任何改動，唔單止為咗靚，我哋由空間規劃到施工，我哋會一步一步同你細心溝通，用最嚴謹嘅香港標準，幫你打造一個真正安心嘅安樂窩，為你嘅物業增值。如果你都想改裝你嘅洗手間、浴室或者任何裝修工程，唔好等啦，即刻 click 入下面連結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團隊，預約一次免費嘅家居空間規劃評估，盡力幫你解決問題。多謝你嘅收睇，如果覺得影片有用，可以 share 俾朋友，更希望你撳個 like 或者 comment 留言俾我哋啊，下次見。